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弟弟要结婚了，想买房子，问我能不能支持一下。要多少？20万。支持，必须得支持。让我想想啊，咱孩子刚报的钢琴班，退了吧？这样最少能省出2万来。那孩子兴趣班也不能退啊。没事，学了也没什么用。对了，本来计划着10月1咱去青岛全家旅游呢，这个也退了吧？反正就一个弟弟，咱该支持也得支持。那也不能把旅游也退了呀。去青岛旅游费用也不是特别高。对了，攒了1年的钱，本来想给你换一个小汽车，上下班也方便。这个也算了吧，再缓几年。就这一个弟弟，该支持得支持。还不够的话，咱房子卖了，咱换车库住，你说行不行？那怎么行呀？那咱日子还过不过了呀？2个孩子住哪儿呀？你都上学了，所有东西都卖掉去支持吗？哎，不能支持了。好的，老婆，咱听你的，咱不支持了。爱不起愛恨，在世間能逃避命運，相親竟不可接近，話我應該相信是緣分。